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12日，旧历的4月20日，礼拜二。全台湾大约99万的农民，为今仔日开始，都会陆续收到政府1万块的纾困金，会直接汇到口座。早起有农民到农会路铺啊，看到1万块已经入来了，欢喜甲袂够哩。台中市嘛发出着全台中第一笔1万块的劳工的纾困金。这个廖先生做房屋的中介，无劳保。 为1月到今，拢无成交、无收入，加上伊申请的时阵，这个资料是传甲真齐全，所以快速通过审核，真紧就领到1万块。欢喜啦，欢喜啦，感谢你，感谢政府啦。农民的户头加1万，真欢喜。那为什么马上就领出来？是要急用吗？还是怎样？急用啊！这个生活费同加生活费用。 会当补贴生活费，不过为虾米才开放申请第2天就会当领到钱？农会人员讲，因为农委会顶礼拜就开始由电脑审核，分3个梯次来发放。今天已经有1/3的农民朋友已经领到这1万块。农会估计全台农保、农职保农民大约99万人，这礼拜内都会当陆续领到补助款。另外，台中10月下晡嘛发出第一笔一般劳工的纾困补助金。好，谢谢。承办的北屯区公所讲领到的了啥？伊是帮中业的无劳保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1月到4月厝拢无卖出的符合资格。伫申请的时阵，资料准备齐全，审核真顺利。相关的这些收入的证明那再加一个切结书，我们的同仁也就会很快的帮你审查区公所讲，虽然中央为了让民众方便，只要身份证就会当申请，但是由公所人员调资料审核的时间会较久，民众若是想要较早领到钱，上好也是准备存款簿相关的证明，才去到区公所办理。